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蕉。今仔日我要来讲一项我感觉是近代上厉害的发明。咱大家的生活拢会用到的技术，就是网络。网络汉字写作网络，罗马字写作无红网、罗乌路。网甲路拢是第7条。网络是20世纪末人类透过电子、无线、光纤这个技术，互资讯流通、分享的科技，亲像一领通光的网仔，伫顶面，咱会当去所有咱想要去的所在，路草真通透。要入去网络的世界，咱就要先上网。我细汉时阵要上网，主要拢是用电脑，佮爱先敲电话，听到咧连线的声音，逐摆拢等到你要困去，才会使开始上网。那手机啊是上网上界利便的家私，已经真做是现代人袂当欠缺的物件。像咱会用手机啊上网算业务、修剪。有时阵一算就掉伫遐几啊点钟。哦，谢谢。啊无就是去真济网站溜溜看看咧，像咧世界共款，要买啥物拢真利便。我看一下吼，啊你看这叫大。买衫有人直播穿互你看，买食的嘛有真济通拣。咱伫网络时代大汉，嘛会伫网络顶面交朋友。不过要甲网络顶面熟识的朋友见面。一定要注意安全哦！网络上利便嘛有一寡歹，像讲变成仔会利用伊来甲人骗钱，因为伫网络顶端会使用假名，叫人会偷摕别人的相片，甲人拐钱骗感情，真可恶！手机啊上网这么利便。即使大个人身躯不时甲炸掉掉，连咧行路、驱便所、坐车、行路、驱便所、食物件，甚至困袂去的时阵，嘛咧回手机啊。今朝建议大家，还是爱专心生活，较快活啦。溜网络、光纤、通光。上网、手机啊、网站，咱大讲一句伫网络顶面，嘛会使收看哦。紧分享互亲戚朋友上网学台语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